口底、鞋頭夠翹先夠推進力㗎嘛。唉，不過呢度力都唔係屬於你嘅。試下 New Norm 赤足鞋，揾翻對腳發力嘅感覺。我都係足底跟膜出事之後，先發覺腳掌嘅控制力同埋靈活性冇想象中咁好。赤足鞋鞋底零落差嘅設計，就幫我將腳踭同埋前掌放翻喺同一個水平面，放低盤骨，鬆翻條腰之餘，最緊要係用到自己嘅腳力。7mm 薄其實算係中等厚度嘅赤足鞋底，加上高柔韌度設計，貼合翻自然嘅步態，啱晒新手啊！體驗赤腳嘅步態，波鞋嘅外形，出街都着得。你會感受到好多平時都唔會留意到嘅地面質感。無啦啦又可以鬆下腳板底，哇！又真係幾好 feel 喎。而 New Norm 嘅鞋頭比起其他品牌會再闊啲。如果有拇指外翻問題，本身已經可以令你解放到腳趾，同埋練翻靈活度翻嚟。想體驗再好啲，你仲可以着埋佢嘅腳趾分隔器先至着鞋。買大半個碼，咁你就可以揾翻失散多年嘅自然平衡感。我自己一嚟就已經好適應到呢對鞋啦。不過如果你怕唔慣嘅話咧 ，New Norm 仲有一款專利過渡鞋墊，換咗你本身嘅鞋墊。頭2個禮拜俾多幾 mm 自己，去適應呢種自然舒適嘅行路感覺。真正嘅強壯唔係靠對鞋，係靠自己啊！